做人最緊要係咩？好多心靈雞湯導師、成功學語錄都會同你講，要認識你自己、接納自己、愛自己，全宇宙都會聯合起嚟幫你。聽完係咪覺得好溫暖？係咪覺得成個人充滿力量呢？但如果你而家穿越翻去2000幾年前嘅古希臘，同班哲學家講，喂，要認識你自己啊！我包保佢哋會當場笑到斷氣，或者覺得你大逆不道。點解？因為呢句説話喺歷史上根本唔係一碗溫暖嘅心靈雞湯，而係一句極度兇狠、充滿威嚇性嘅警告。佢真正嘅意思係認清楚，你只係一個凡人，唔好妄想同神鬥嘅。今日等我哋揭開金句背後嘅故事。要搞清楚呢件事，首先要去到古希臘最神聖嘅地方——德爾菲亞波羅神廟。大家試想像下呢個神廟，就好似古代最高機密情報局加上上帝視覺嘅超級電腦。當時嘅人，無論係準備開戰嘅將軍，定係一個普通嘅平民，都要攀山涉水，行幾個月嚟到呢度，就係為咗跪喺神廟前面求神明賜低一句神諭。好啦，當佢哋誠惶誠恐、震過貓王咁，準備踏入神廟之前，佢哋一抬頭就會見到神廟入口嘅門廊上面刻住3句冷冰冰嘅箴言，排喺正中間，最大最顯眼嗰一句就係認識你自己。大家要明白，阿波羅係太陽與真理之神，呢句話絕對唔係神同你講我愛你，而係神對所有凡人嘅當頭棒喝。喺你開口求神問卜之前，先稱下自己有幾兩重。你要知道自己嘅極限，你只不過係一粒微塵，唔好因為傲慢而激怒神明。但點解呢句話會變成整個西方哲學嘅核心呢？呢個時候我哋就要請出今集嘅主角蘇格拉底。成件事起源於有一日，蘇格拉底有個死黨，無啦啦走去德爾菲神廟問：喂，全希臘有冇人聰明過蘇格拉底啊？神諭居然答冇，佢最叻。蘇格拉底一聽到，有冇好似現代人咁出 post 話多謝神明？絕對冇，佢反而陷入極大嘅恐慌。佢心諗 CLS，我明明咩都唔識，點會係最聰明？神明是咪玩緊我？為咗證明神諭係錯嘅，蘇格拉底做咗一個非常瘋狂嘅舉動。佢化身成古希臘連登仔，每日喺雅典街頭周圍遊蕩，見人就捉住嚟靈魂拷問。佢走去問當時最權威嘅政治家：你成日講正義，到底咩係正義啊？政治家口啞啞，佢走去問大詩人：你寫啲詩咁靚，背後有咩哲理啊？詩人話：我都唔知啊，靈感嚟咋。經過呢一連串嘅拷問，蘇格拉底震驚咁發現呢班專家其實對好多事物都係一知半解，但佢哋偏偏極度認同自己，以為自己無所不知。呢一刻，蘇格拉底終於知道，原來全雅典只有佢一個人係清醒地知道自己係無知嘅，其他人蠢，但以為自己好叻。蘇格拉底知道自己咩都唔識，所以佢先係最聰明嗰個。就係咁，蘇格拉底將神廟嘅警告轉化為人類理性嘅覺醒，認識你自己嘅無知。而佢四圍篤爆人哋嘅無知，最後激嬲咗權貴，被判死刑。佢用生命證明咗真正去認識自己需要極大嘅勇氣，去直面自己嘅殘缺同愚蠢。呢個過程係痛苦嘅，絕對唔係飲碗雞湯咁輕鬆。聽完古希臘嘅故事，我哋翻嚟現代，現代人好多時將認識自己誤解成要揾出一個固定嘅人設，認定我性格就係咁，我淨係中意呢啲。但現代心理學家就帶嚟咗一個顛覆性嘅概念，叫做歷史終結錯覺。大家回想下，睇翻10年前自己嘅 Facebook，當年今日見到以前寫嗰啲 MK 語錄，聽嗰啲歌，你係咪會覺得好老尷，甚至想揾窿捐？心理學家話俾我哋知，人類普遍有一種錯覺，以為今日嘅我已經完全定型，大勢已定，未來5年、10年，我哋嘅喜好、價值觀都唔會再變。但真相係，未來嘅你絕對會推翻而家嘅你。如果我哋死板咁為自己貼上標籤，同自己講我份人就係咁，其實你係限制緊自己嘅自由，你扼殺咗未來無限嘅可能性。所以真正嘅認識你自己，唔係叫你揾一個答案，而係要學識同不斷變化嘅自我共處。
要對未來嘅自己保持一種蘇格拉底式嘅無知同開放性，唔好框死自己，因為你永遠唔知道聽日嘅你會進化成點。大家不妨回想下5年前或者10年前嘅你，有冇啲咩死都唔會變嘅堅持？而家睇返覺得好荒謬，甚至想一巴刮醒當年嘅自己。如果想聽更多金句背後嘅故事，就記得訂閱，俾個 like，打開埋通知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新片啦。我哋下條金句再見，拜拜。